萬里溪發現新的崩山湖，水差不多600萬立方公尺，若是溢出來，萬影響鳳林鎮，恐驚受衝擊。美國總統川普甲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去橋角拆破面，意大利外交部猶塔加尼宣布取消訪問美國。英國首相史凱爾上任也無2天，今日宣布辭職，成做英國這10天來第6個落台的首相。你好，歡迎收看公視台記台新聞世界通，我是曹欣。美國甲伊朗簽署備忘錄，這個初步協議是帶動美國，也今日亞股開盤是對得起。咱台股是收佇咧47741點，大起1276點，也這也是歷來第7大起點。也台積電收佇咧2510塊，是起100塊，這個數字擱再創下新高。受美迄簽署備忘錄帶動美國頂禮拜四收紅，拜一亞股開盤延續起勢，韓股經過上下震動，收佇9114點，起62點；日股收佇72353點，大起1103點。台股擱寫歷史新高紀錄，盤中上懸47871點，大起超過1400點，最後收佇47741點，起1276點，創史上第7大起點。資金呢持續流向 AI 半導體的一個股票，美光股價再創新高，台積電 ADR 也大漲創高，所以今天呢台股重新開盤之後補漲。台股大起，對了美股收紅，國內爭議雙雄也貢獻不少。拜二台積電股價佫有新關價，收佇上懸2510塊，起100塊，聯電起前磅收市160塊。其他親像記憶體族群表現也真強，記憶體族群的華邦電收佇212塊，起1.6%，南亞科收佇505塊，起9.9%。雖然中東局勢依然有動盪可能，不過國民信心真穩。根據國泰金的公布，6月國民經濟信心調查報告有49.6%的民眾想要解除定存，或者是用現金買台股。民眾對台股的樂觀指數上升到54.5，風險偏好指數調懸到40.6，攏創下歷史新高紀錄。居高思維，所以他覺得現在呢可能不是好的買點，而是賣點。他或許在等未來如果有比較大幅度的修正，那他再重新進場。全台股跌51連假了後，無看到轉弱現象，反倒都係衝破47000點。不過專家呼籲國際局勢依然有變數，投資人愛細緻。記者綜合報道。看到花蓮萬里溪水頭，佮發現新的一大崩山湖。林保署今日是緊急申請空勤總隊直升機去到空中勘察，初步預估這個崩山湖啊是有45公頃來崩落。也水差不多是600萬立方公尺，若是這個水溢出來，恐驚會對佇咧水尾的萬影響甲鳳林鎮造成嚴重的影響。空勤直升機接到林保署申請支援了，在大高山萬里溪橋水頭30公里深山發現崩山湖，因看到萬里溪正面山壁大規模崩塌，造成河道塌起來，初步崩塌面積差不多45公頃，目前水位還未搬出來。它非常深山沒有路到達，所以人員短期無法接近。初步的資料已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和分組幫忙觀察水位。另外，在這個淹塞湖的資訊也及時通報花蓮縣政府、鳳林鎮公所及萬榮鄉公所。初步估算，這崩山湖上大蓄水量可能有600萬立方公尺，但以後水滿出來，可能影響水尾，萬影響萬影川、鳳林鎮、新正里、長橋里等處落，可能公所是真緊張。那我們現在立刻已經針對我們應變中心進行3級強化開設，請林保署這邊盡快根據航照的資訊來確定我們的那個警戒區的範圍。現在目前萬榮戶不到1000人了。如果說要撤的話，這不是公所能力所及啊，那還是要請中央協助我們幫忙。雖然這崩山湖這多出現蓄水量也無達到警戒，不過下邊的居民攏希望相關單位趕緊清掉。因為有前車之鑑啊，光復去年的事情。我們現在聽到堰塞有3個字，大家都怕。應該要先讓它去挖掉。不可以再用自然溢流。不行啊。那個真的是無法想象的。
法院分數強調，空調完成後，愛製作上新地形資料，才能進一步分析壩體結構、抽水量加暗藏的風險。同時，要繼續監測水位變化，及時通報各級在海應變單位，提醒民眾最近避免進入萬里溪溪埔、甲周邊河道活動，隨時注意官方發布的防災資訊。記者綜合報道。也高雄有民眾拎泡米果汁冰雪，要甲鋰箔包紙盒邊要來做回收，所發現內底有物件，加開加看，竟然看到一碗烏烏，這個民眾是驚甲吐出來。同款佇咧高雄有民眾買冰來食，煞食到泡利龍，也這兩件案件關係食品安全衛生局當來調查。附着了很多霉菌或是真菌之類的那種感覺。消費者把這個烏色的物件夾出來，頂懸還有白斑，這是伊啉完的泡米果汁鋰箔包內底的卡，互伊想到就吐。覺得很想吐，然後也是蠻生氣，因為覺得這應該會影響到個人健康。陳先生這個月2日啉完泡米綜合果汁，要加鋰箔包紙盒邊，不過試袂平，加包裝加開才發現這個物件。飲料保存期限到今年11月還未過期，伊決定向市療署、行政院南部行政中心也有業者等單位反映。不過到尾也是業者聯絡要回收伊手頭的產品，確認不是衛生單位。我會很願意提供給他我的聯絡方式，然後請他也同步可以拿這個檢體過去做化驗，因為如果只有讓廠商把檢體拿回去，有可能就是各說各話。高雄市衛生局解釋，當事人不是向市政府申請，已經有先調查賣場其他同製品產品無過樣，因為泡米所屬的公司不是佇高雄，會送所管轄的縣市主管機關辦理。業者回應，第一時間查核這批產品的生產製程、品質檢驗記錄，也甲留樣狀況攏無過樣，會持續甲當事人聯絡，提供必要的協助。另外，衛生局嘛來高雄這間老字號冰店稽查，因為民眾反映佇店來食酸冰的時陣食到泡利龍。業者表示，該異物係為店內裝芒果雪糕冰的保麗龍掉落所致，確實為該店疏失。市政府表示，檢驗現場的食材甲成品無過樣，不過業者坦白承認，民眾所食到的泡利龍是店內裝酸亞雪糕冰的泡利龍，確認有疏失。除了要求改善，賣照食安法裁罰6萬至2億。記者採訪報道。今是跳泡冰啊！過去關係友好的美國總統川普甲意大利總理梅洛尼最近是一直起口角。起因就是意大利總理辦公室佇咧6月17公布一張梅洛尼甲川普佇咧 G7 高峰會場邊單獨開講的相片，咱看到就是這一張。呀，川普頂禮拜是接受意大利電視台採訪的時，伊講啊，梅洛尼佇咧 G7 峰會期間是一直甲高正，一直甲哀求，希望講兩人會當翕一張相。呀，川普閣講，伊是當前才來答應，也這都互意大利政府有夠無歡喜。梅洛尼講啊，川普是烏白做話，亂講，呀，川普也無要停。6月20日，伊佇咧社群平台寫講，梅洛尼想要重新甲伊做朋友，目的就是要挽救伊家己的支持率。也梅洛尼知影是甲吐倒轉去，講啊支持率甲川普是無地帶，你川普管好你家己的就好。也規個風波更加互意大利外交部長塔加尼宣布取消訪問美國。意大利總理梅洛尼甲美國總統川普在 G7 峰會了交手，擱在社群平台抓破面。川普一伊發文表示，美國這10幾年來開數十條美軍在北約的軍費頂懸保護意大利。不過梅洛尼說極營營，唔肯徛在美國這邊保護民國甲全世界其他國家。川普批評梅洛尼這唔是啥物好代誌。兩國領袖發生冤家，起因是17，意大利公布川普甲梅洛尼佇 G7 場邊開講的相片。川普毋但佇接受意大利電視台訪問的時陣，講是梅洛尼一直懇求，甲伊鬥陣翕相。20擱佇社群頂懸講，梅洛尼佇意大利支持率真低，可能是伊無願意協助美國阻止伊朗發展核武的戰爭。毋過美國拍敗伊朗的時陣，梅洛尼擱來回，是要來挽回支持度。川普擱口說講，毋免拿多謝。川普發文的時陣，擱將梅洛尼的名字給拍毋丟去。另外，梅洛尼回應為原本的親親感覺定價，而且強調，不管是個人也是意大利，將來毋捌乞求。到20日 IG 會場，
表示川普一直無斷攻擊是毫無意義，而且甲川普做朋友對支持率佫無幫助。梅諾尼補充講，家己的支持率甲川普無關係，佫抗議也是先顧好家己的支持率。對無同意美國用意大利的簡單跑道，是因為兩國的軍事協議條約，那伊也是總理一講都免違反這規定。Sono incomprensibili i messaggi del presidente Trump. Noi abbiamo risposto in maniera forte, abbiamo inviato un segnale, abbiamo annullato la mia visita negli Stati Uniti. Questo non pregiudica le relazioni assolutamente, però non potevamo rimanere in silenzio di fronte alle parole pronunciate da Trump. 梅諾尼是川普第2025年1月就職典禮唯一參加歐洲領導人。路透社報道，梅諾尼為2022年就任，支持率為原本的預測，到目前回升到35%左右。川普的支持率雖然在這幾天小可升懸到36%，不過依然接近伊政治生涯上低點。公司新聞新聞為朋友。上新的消息，英國首相施凱爾上任要無2天，今日是宣布辭職，成做英國70黨內第6個落台的首相。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I have spoken to His Majesty the King this morning to inform him of my decision. 施凱爾面對黨內壓力，支持率大落，也閣加入去愛普斯坦省買大家的危機。落尾是決定交出政權，刷落來工黨會佇7月提名新黨魁來完成相關的作業，也新黨魁預計會佇8月底進前選出來。也佇新領袖接任進前，施凱爾是會繼續做英國的首相。中東的局勢恐驚閣有變化，因為美國甲伊朗和平協議可能有變卦。伊朗不滿以色列一直空襲黎巴嫩，佇咧6月20，閣再甲荷姆茲海峽封起來。有陣佇咧通行是大減8成，也以色列的總理納坦雅胡伊態度是大正的，表示講絕對無允准伊朗有核子武器，也講因絕對袂對黎巴嫩來撤軍。也針對和平協議這個以色列因國內是真不滿。上新的民調顯示講，民眾有超過9成認為講這場戰爭上贏的就是伊朗。伊朗宣布閣一擺關閉荷姆茲海峽了後，航運追蹤機構 Kepler 統計，離離的通行量已經為前一日的26隻減少到5隻，其中包括3隻沙烏地阿拉伯的超大型原油運輸船。就佇國際市場緊張的時陣，以色列國內對美伊協議甲總理納坦雅胡的不滿也繼續升懸，因為伊朗毋但會當恢復出口石油處理真大的中建資金，也表示以色列對黎巴嫩真主動停火。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甲阿加姆研究所公布的上新民調顯示，大概9成2受訪者認為，伊朗才是這場戰爭贏家。Iran, as long as I'm Prime Minister, will never have a nuclear weapon. Never.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Gaz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Syria. We established a security zone in Lebanon, and we shall keep it as long as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our people. 對此，伊朗總統裴澤斯基安講，絕對袂放棄提煉濃縮鈾的權利，以色列才會當選擇接受。真主黨領袖哈希姆是講，會反擊以色列任何違約攻擊的行為，也無可能讓以色列繼續駐軍。لإسرائيل ولا في قطعة تشرف من داخل لبنان على لبنان بوجود الجيش الإسرائيلي。公司新聞收費中編譯。看到烏克蘭甲羅西亞戰爭，烏克蘭的無人機部隊轟炸克里米亞，毀掉油庫甲雷達站，造成4個人死亡，28人受傷。昨民間這個油就攏暫停買賣。也烏克蘭用無人機佔優勢，就是要打擊俄羅斯因的出口燃料，因為燃料就是因經濟主要來源，要斷因的經濟來逼普丁過來談判。烏克蘭無人機部隊指揮官透過鐵路權發布影片，顯示羅西亞控制克里米亞克赤一個油庫碼頭起防攻擊。另外，克里米亞庫羅爾特內一個雷達站嘛正做
攻擊的目標。烏克蘭這禮拜六禮拜對 KDBR 發動大規模無人機的攻擊，另外克拉斯諾達沿海的送燃料的設施嘛起予攻擊，至少一個人死亡。渡輪的服務嘛捌斷過一群。烏克蘭這幾禮拜對能源設施也有羅西亞油罐車做無人機的攻擊，至少 KDBR 出現2014年起用併吞以來上蓋嚴格燃料限制措施，當地加油站已經無限期停止賣油予非國營企業，也有老百姓。Уважаемые крымчане, с 9:00 на крымских АЗС отпуск топлива за наличный и безналичный расчет и за талоны юридическим и физическим лицам будет прекращен. Топливо будет отпускаться только служба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м службам, которые обеспечивают жизне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рым. KDBR 示範保持的加油站，因為無要賣油，所以這真正無幾隻網，加袂到油的民眾嘛非常的無奈。Да как, будем ориентироваться по обстановке, надо будет пешочком походим. Всего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будем меньше ездить, пересядем н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транспорт, на велосипед, пешком. KDBR 是羅西亞烏海艦隊的本營，嘛是熱天大家真愛去佚佗的所在。烏克蘭的無人機最近是上準羅西亞的能源設施，自3月到今已經直直拍羅西亞的燃油廠至少20多擺。啊，那烏軍這波的攻勢，目的就是為着要斬斷羅西亞前線作戰的能力，打擊因燃料的出口，甲因賺錢的這條路甲斬斷斷。啊，毋過安尼做一定會予羅西亞發動新一波的報復。烏克蘭的前線拍甲熱噗噗，啊，那佇後壁的首都幾乎是典型公民社會淪陷的生命力，25000多人徛上街仔頭參加幾乎冬季的驕傲遊行，大聲喊講希望佇個戰時的烏克蘭會使爭取兵權，和同性伴侶的關係會當合法。雖然現場有出現一寡反對的人來抗議，也毋過活動上後壁是和平來結束。公視新聞張淑芬編譯。2020年世界杯腳球賽，西班牙今仔日對沙烏地阿拉伯，西班牙的進攻真強勢。比賽開始這10分鐘，就大勝摕到第1分，也佇咧頂半場就踢入去3球。下半場西班牙把握優勢，繼續擱摕2分。是甲沙烏地阿拉伯定甲金色色，也這嘛互沙烏地阿拉伯製造幾個亂氣來出錯。落尾西班牙是以4-0摕下因這屆比賽的第1個勝利。法國巴黎塞納河邊有船仔變做水上的冊店，也內底超過5000本冊，攏會當借來看，互民眾會當若欣賞景致，若享受文學。我佇巴黎聖保伊對岸這隻長條船仔看起來普通，今日船艙煞別有洞天，冊架沿船身一路排，民眾簡單揀一本冊，就會當佇甲板頂頭欣賞塞納河河景，更若享受活動的時間。Donc Nana, c'est un nouveau lieu littéraire, c'est une péniche littéraire. Le soir, elle devient même festive. Nana 今年5月開幕，未來10檔攏會規劃定點停泊，除了活動空間，船頂閣規劃文學講座、作家交流等等的活動，希望吸引更較儕少年人走入思想的世界。Parce que la scène, elle a toujours inspiré beaucoup les artistes, les poètes. Donc ça avait beaucoup de sens de mettre cette péniche littéraire sur l'eau. 這毋但是網前打開景點，閣較是實實在在的文化基地。船艙內讀冊會專區精選超過5000本的作品，各類經典攏總有。Différents types, donc là nous avons avant tout des autrices, on a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lassique, de la littérature étrangère, des essais, de la poésie, du théâtre. Et c'est ici que nous organisons tous nos événements littéraires. Donc, 上特別是這袂是一個共享的冊箱，看冊、借冊、換冊，攏總會使。Moi j'aime bien dire que c'est vraiment un peu comme une grande boîte à livres, c'est-à-dire que les gens viennent en emprunter et voilà, ils sont pas obligés de le rendre et ils peuvent venir en déposer. Donc ça fait un format un peu original puisque on est peut-être la plus grande boîte à livres de Paris. 這是安靜的冊店，暗時是文化酒吧，這種拍傳統冊店這項的創意，成功收穫下世代、下各界各路遊客。J'aimerais même que ce soit appelé à plus se développer, de mêler le fait de passer un bon moment avec des amis en buvant un verre et en même temps pouvoir parler de livres de manière très concrète. 一後酒、一本冊，加上巴黎聖保伊的禮道景致，水上冊店當點到更較儕人活脫熱情。公視新聞林義柱編譯。立康奧拓團生命剩一半，做團工真危險。董事長樂團主唱吳英傑就是團工的囝，也依做音樂要30檔，去年甲因老爸做團工的故事，寫做伊第一張台語專輯《痛苦咱的兄弟》，也佇今年入圍金曲獎4個獎項。
做炭工上驚有命賺無命開。董事長集團的主唱吳英傑，以老爸較早在隨風做炭工的故事，創作個人的頭一張台語專輯《炭庫內的兄弟》。會獲這個名，就是因為炭坑定攏是40度以上的高溫，所以真濟炭工是無穿衫的。吳英傑嘛用音樂寫山戲的職業傷害，寫炭工為生活打拼，嘛甲炭工的畫記變做歌。譬如講就是啉好死較死，無啉你就袂甘心。烏炭無甘心吼，就會較危險。炭坑仔囝攏無幫爸爸寫過歌，就開始想講，有機會會使來寫一張炭坑的專輯。其實以前火車起行、發電也是煮飯攏愛燒土炭，炭工會使講是國家的無名英雄。入坑的風險真懸，性命攏寄予土地公，會當平安出坑是上大的願望。吳英傑講，真濟炭坑仔囝攏已經活出無共款的人生。父母有關係的歡呼平安上要緊，伊嘛甲寫做囡仔一個聽就會曉對咧唱的旋律。平平安安，順順利利，平平安安，順時順時。吳英傑出道要30年，做真濟台語歌，嘛感受到台語傳承的危機。伊認為母語要佇生活中真正重要，所以毋若開始寫台語囡仔歌，這幾年的創作嘛攏用台文書寫。即馬少年朋友有開始慢慢愈來愈儕人用教育部這個系統嘛，我看這是一個，因為你語言的久啊，文字看久你就變會曉看，後邊人想要去學台語的人會使更較濟，會使去接受的。炭庫內的兄弟這張專輯入圍第37屆金曲獎4個獎項，伊嘛悄悄講，若有得獎，獎金要含老爸一人一半。吳英傑毋但是為老爸為炭工創作，嘛為台語的未來留下腳跡。記者盧尚如、曾俊佑台北報道。感謝收看今日新聞世界套，明仔載同一時間再會。